呢個係第4組24至25年考察日嘅分享，呢次會分享當中3個景點，其中2個位於西貢嘅一個小島藍田仔，當中有藍田仔聖若瑟小堂同埋玉帶橋。教堂係1875年建成，當時西方嘅船隻以西貢作為交易嘅渠道，久而久之就有傳教士喺藍田仔進行傳福音，島上嘅居民慢慢信教，最後捐出土地建成教堂。由於島上淳樸嘅生活風格，可以見到教堂設計較為簡約。跟住係玉帶橋，由於當時島上嘅耕地同資源等等嘅不足，村民需要徒步到呢個島尋找資源謀求生存。但係呢座橋建成之前，村民要往來非常之危險，因為水位問題，村民要把握潮漲同潮退嘅時間去往來，否則有遇溺嘅風險。呢座橋特別在於佢係喺50年代初起嘅，物資更為短缺，但僅以當時島上村民嘅人力物力，終於成功建成。跟住最後嚟到西貢火山探知館。咁根據火山館嘅介紹，香港喺大概1億4千萬年前有好劇烈嘅火山爆發，咁入邊就有唔同嘅岩石標本，仲有火山構造等科學知識。